出现，生命开始改变。有一天我在家看电视，妈妈她拿一个便当给我，然后她就说有事要出去，但是那一天我就突然觉得说，她不会再回来了。爱心上啊！前面怎样的分享一个最贴心最 sweet 的感恩没感恩，漏讲啦。闹热降下来。也段创迄条歌的吼，系啊，我拼命的创，迄无上一本阿伯啊，我们每天都在那边练嗓子啊。对啊，对啊，吊嗓一下。好啦，也天一礼拜这本衰嘛，对嘛哈，天一礼拜。对，介绍评审欣赏，好嘞。罗桂丽欣赏，启思弟欣赏，齐家伟欣赏，钟飞欣赏。积分赛比赛规则，每礼拜有无相同的主题，参赛者参加选歌的，经过6礼拜的比赛，累积分数最高的前3名，就做得进入到年冠军的比赛。好来，加这样嘅比赛，比赛之前咧讲嘅咧评分的规则，好来。像桂丽欣赏。好，今日主题係你嘅面容哈，創一首歌嘅獻本嘅生命當中，因為對你青春嘅一個人哦，一個面容可能在你嘅生命當中產生非常大嘅影響，然後感動。但是我希望每一位參賽者在你創一首歌嘅時間，不要被那一張面容影響今天的成績，感動放在心裡面，傳遞給我們就好。把你的基本功還是要唱出來，加油！謝謝。謝謝。那你心目中的面容，你會想到什麼？我會想到應該是我爸爸。哦，我會想到我老婆。哦，嫂子。開玩笑。TVB 掌聲朋友來。係評審帶來講嘢。來，騰啊！生命开始改变，早了嘅手臂温暖嘅语言，我唔把你不把你遗憾，走在温暖嘅公园，去重新来回寻你嘅公园，你因为在天亮中慢慢入睡，我听你落音之间不再有。
姐好，景阳姐好，林正你好，哦，对，刚刚想说，哎，你为什么会带来《光源》这首歌？对啊，那个这位老师说啊，因为他看不到啊，所以所以你看那个就是你就是负责这个梗，对不对？微微的光，对，微微的光。哦，那你比那个鼓手老师还好一点。你这好好色彩。对啊，所以那个你看，我们有时候这种开玩笑啊，对，已经会萦绕在别人的那个脑海里。对。这样子，你有没有人常常跟你说？就是说你很像那个，哎，有时候有些人会发现，突然觉得说，哎，彼此突然发现，看到，突然觉得你很面熟，但是讲不出来，哎，为什么在哪里看过你这样子？对，真的，就是你就说是陈武啊，没有，不要那么不要的这样。对，那这首歌你会想到谁？这首歌会想到我妈妈。妈妈，对，妈妈她从小的时候就是算是她带我一个人长大。哦，你是单亲家庭吗？对，我是单亲家庭。她嫁到我爸爸家来，然后生了我之后，其实她在我们爸爸那边她是不快乐的。不快乐。对，那个大家族。那个大家族其实有对她有一些言语的暴力。就是可能都会说你啊，怎么做的不好啊，怎么样？她在那边其实过得很不快乐。然后直到大概在我小学那时候，我爸爸有小三。这是一个引发点。对，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等于说他把这件事公开来讲，其实他也找到这个机会，他想要离开这样子。对。是想要跟你妈妈分开。对，我应该说我妈妈想要跟他分开，因为他过得不快乐。这刚好。你妈妈最后因为这个事情下定决心就走了。对。后来有一天我在家看电视，然后就突然他在外面工作嘛，然后回来就拿一个便当给我，然后他就说有事要出去，但是那一天我就突然觉得说他不会再回来了。就突然这样觉得，也许他当下可能跟我说了什么，所以有让我这个感觉。然后那天晚上，我就睡觉也没有看到他，他就真的第二天就没有再回来了，他离家出走了。妈妈。对。可是你只有一个人。对，然后大概到3天吧，因为那时候在礼拜2或礼拜3，3天之后他就来学校找我，然后就带我去外面，然后去跟律师讲啊，就是他想要跟我爸爸离婚的。对。那后来是你妈妈争取到抚养权。对，他那时候就是有跟律师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这个小孩子。对，那个时候就是他说他那时候会有点想要活不下去，但是就是因为我存在，所以我就想到这一首歌。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说他给我一个很温暖的感觉。难怪刚刚那首歌唱的真的很有味道。对，很有情感投射在里面。而且应该有 hold 住了。有，现在有点那个，有点想哭。他看不到也会哭嘛，当然会。有泪腺，有泪腺，开玩笑，一切正常，好不好？你看，我被你影响了，真的。可是我刚刚跟他讲到一阵言，那边冇看到佢目珠都白開。你又說你看不到冰色，不敢懂。來，講一下邊啊，各位先生。今天唱《光源》这一首歌曲，为什么我在这首歌里面听不到你的感动？光源是一个象征一个未来，或者是象征一个指引你往前走的一个方向。那个 power 应该是指引你一个很大的动力啊，但是我真的接受不到你今天唱歌的感动哎。在往后的路上，你要去思考许必胜，我要怎么样把我许必胜自己的实力拿出来，对每一首歌的诠释上面做最大的发挥，而不是就是把它唱完而已。加油哈，必胜加油！什么先生？好，谢谢老师。了解吗？了解。OK。听我比较想哭。看到分数以后才更想哭。好了，可以哈，呢邊是幾分數？谢谢老师。90还做得了哈，可以嘛哈？可以吗？可以。还有4礼拜哈，40禮拜加油啊！好不好？好，來，好，謝謝。好，撒下來，撒下來，兩條歌就離開咯。嘿。
是客家天团的歌，害羞。哎呦，你的歌啊，系啦系啊，怎么开口啊？系啊，松嘎子那唱啊。哎呦，新婚快乐，新婚快乐，祝你你快乐快乐。。哦，不是，你可当然不是。我很快乐，不是啊。新婚快乐。来，这个后堂的狗肉。真好，按几岁哦，按几岁？有人唱你的歌。是吗？是吗？哎呦，哇，只是说家珍，家珍，今天这是结婚礼服吗？很应景要送客了是吧？哎呀送客你少了一个东西啊，那披肩啊对啦，还有你少了金项链，金项链，白手套上面有金戒指，哎呦，有毛有毛，这才是整组的。这个才像要送还有客的。张雨秋啊，对啊，你要拿香烟啊，拿那是南部，南部呀。不过哎，家珍这个勇气可嘉哎，你敢挑战齐娜的歌曲哦？懂了，可能他选这首歌应该是特别有一个用意。对，我要献给主题，哎嘛，对，我要给姐姐。哦，姐姐，姐姐想开了。想开了，还是想不开？我也不知道，问她。哦，姐姐结婚了哈。对。哦，古说两条狗会送文给。哦，是啊，你跟姐姐感情很好呀。对啊。哦。我们两个差很多岁。哦。差多少岁？14。14，爸妈感情真好。对，很好。中间都没有。中间都没有。有一个哥哥。哦，有一个哥哥。对。吓我一跳！我想爸爸中间去干嘛了？停那么久。对啊，不哦，那你应该是后来不小心。对，不小心的。哦，
就本来想说啊，不要生了，2个就好了，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啦。对啊，就没想到14年后又爆出你，还好有你。真的。对呀，妈妈想啊，还好我这个突然生了一个歌星出来。对呀，好菜鸟，对不对？要不要讲一下，谈一下你跟姐姐感情用版哦？大班开始会跟姐姐打架。大班姐姐应该也蛮大了吧？大学了。对。那你这个姐姐这妹妹很猛哎。没有，我找她打架的。你找她打架是不是？练体力就对了。对。那你除了跟姐姐打架之外，还有什么甜蜜的回忆吗？对啊。有啊，我有心事都会跟她讲。就不敢跟爸爸妈妈讲，都会跟她讲。没有什么心事，那你有什么？可能就是跟姐姐讲说，我喜欢5号男生，是不是？这样子。对之类的。那你现在还有心事小秘密会跟她讲吗？会啊，还是会啊。对，有事就会打电话给她，然后跟她聊天。我知道有姊妹的亲厚真给，有姐妹真的很好。俺无聊，俺全部谁来？有点落妹啦。有一个妹妹。对，就是跟姐妹很能谈心事。真的。姐姐有来吗？有，在那边。在那边。哪一个？中间那个，然后左边是爸爸，然后旁边是姐夫，然后在旁边是妈妈。妈妈。哇，一家人都好。一家人都来嘞。对呀。应援团。谢谢你们来了啊！谢谢。好了，妹妹唱完了。唱完了。挑战你的歌哦。真的。谢谢，再次感谢。快欣赏用版的一个评论哦，好的。家珍，有姐姐真幸福哦，我没有姐姐。我妹一定要看这集，我要 Q 她。真的哈，当姐，真的有姐姐，她婚礼唱新婚快乐。怎么可以这样？真的，她说我听好腻哦。过不过分？好，家珍，其实我一直在看着你的转变，我真的很开心。就是到了今天，我又更确定了，有一种。之前的你的匠气几乎被你消得差不多了。好，就是我们听你第一次唱歌的时候，全部的人都在，就是目瞪口呆在看你唱歌，可是就给人家有一股压力。可是慢慢的，可是不用太压的，可能去个调摆学习的东西，慢慢去启动自己想要内敛的方式是什么？好，一个小小的年纪可以做到这种转换共鸣的方法，然后可以很稳。不过说实在的，你要挑战基娜的歌，我也觉得你很有勇气。虽然今天我这样子讲好了，应该说是这样的声线的线条的表现方式，还没熟的部分比较不熟悉的。好，所以说听得出来那种生涩感。好，听得出来，今天可能也有，因为我要为姐姐献点东西，所以我感觉出来你有点小小紧张。好，所以小小紧张在表达上面。不过我蛮喜欢你的改变。那希望讲你才15岁，我觉得你已经无可限量了。我觉得你的点还没有到一个极致，你还可以再开发。所以我希望讲会不会部分能够有在更多的演变，只是说像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音色，不一样的歌型的一个练习跟挑战，我希望你多运用，因为对你来讲，它会变成是一个非常好的弹性。第二底波做个请去给宋家珍底波最独特的方法。OK， 好，安这些，谢谢老师。好，看他分数，宋家珍的分数。歌曲是唱给妈妈。对，我想到妈妈，我唱给我妈妈。可能因为妈妈在98年的时候就已经离开我们了，就想到了事情干哭。嘿，掉來看，阿婆董浩堂野狗嘛。董浩堂狗，哎呦，应该有共工啊。哦，真的呀。对，我上次才跟老师拍照，然后太羡慕这样。他一般很雅。宋家珍的分数。上一代的97。
对，退步哦。退步，对不起，感觉好像要不止一趟。没关系，反正进入这个6强了，就是挑战自己。哎，什么歌就唱一下。对。哎呀，看达到自己的极限嘛。对，好不好？磨练自己。好，OK。好，会做休息。上来。李淑妍带来的母亲。好，来弹看啊。苏妍姐好。那条歌有唱那边树木呀，树木样北海边，雪地有冰天。然后嘞，忘记了。我们那年代的教科书里面哈的歌曲，嗯。抹根样，所以如果我们同年代就听过了。不同年代，你是长辈。好，苏妍姐。啊，对不起，今天很严肃，好，有点感伤哈。对。因为歌曲是冲突妈妈。对，我想到妈妈，我唱给我妈妈。可能因为妈妈在98年的时候就已经离开我们了，所以我们。妈妈年轻的时候非常的辛苦，要拉拔7、8个孩子长大，有时候身体很不好了，还要去工作，就为了要挣钱，我赚钱来休息我7、8个小时是在东南为俺妈妈。7、8个腰骨痛，还能去转老人周身，就想到两儿子真干苦。为母则强，其实他某边某通了。对啊，可以做菩萨的。对啊，所以上较快到人生无常嘛。不过妈妈爱这段时间，你做子你唔攀得，都唔攀得。你爱这段该前一安补，的话就是用生命监测，然后就是一直监控给生命，然后。
健看到妈妈嘅血压咧降下来的时阵，他很紧张。还是家家老嘅手拿咧扫扫啊，妈妈又老妈妈很转来，结果规暗晡是跟那样，妈妈想去走，又走唔过去叫，后来，哎呀，佢咩唔攀得離開啊？後來我人係這人係姐也都討論過，我你用向媽媽講，媽媽你看到有個火光，你說停扶住去，但是你一下看到媽媽想去走，你又撈佢攞轉來，我覺得錯啊唔錯，後來想到就說。最後決定是說，我們還是讓媽媽放心的走吧，去吧。所以是我就沒有再做那個動作，是冇讓媽媽緊手給手，就媽媽就這樣就離開我們了。其實他這個講吼，就是離開的時候，最後喪失的是聽覺，可能他的身體機能已經沒有辦法了，唔過佢含糖的多，還聽得到。一定上含上好準的，唔辦得嘛。可能要想要離開，唔過菜市嘅伊免唔辦得啦，急切咁免可能唔辦得啦。係啊，所以倆想到大概媽媽剛想到媽媽的面容，所以倆今天的主題還是想到愛傳播媽媽，大概想到媽媽就很難。蘇燕姐，我們人生的起點都不一樣，但是人生的終點都會相擁。對啦。鼓手安妮吼，一生癮吼，就是做我們自己很珍惜我們珍惜的人，做我們覺得要珍惜一定要做的事情。媽媽一定也覺得很值得。對啊，那反正在世我們周邊的人，我們能夠可以照顧到的，我們就盡量去照顧。小花快點哈！好，啊，那分享他的故事結束哈，那唐啟章的貢品來，趙宇先生。好，蘇燕姐姐，我聽故事真動感動，吼，我想。媽媽唔管佢啊祖先喺啲內邊，佢一聽有感受到。我第一聽，因為那首歌曲想媽媽。鼓手講你在壓抑你的感情，一聽有影響到你唱歌誒。那鬼首歌曲啊，之後它的調子本來就比較悲傷一點感覺。你加哭腔正經太多，一開始冇按到哦，一開始母親為他的母親給時間，其實有感動到，可是你太多。給抖音的時間，把你的音準也抖掉了，你的母音都跌退了，好，可能你要壓抑，所以你要氣沒冇嘛順，你喺大聲的地方，鬼數歌曲如果都用哭腔的話，聽起來會有壓力，你知冇？但是，聽你的故事真的很感動啊！繼續加油，繼續俾你去唱歌誒，好，加油！好，仔細，好，嚟看這個分數咯，好，蘇燕嘅分數。90分，還可以啊，還可以啦。你下禮拜再寫一條好聽的歌，啊，來幫大家欣賞下咧。好，謝謝，謝謝，啊，來在列當草，謝謝。好，沙下來，請開水帶來，感謝你嘅愛。來，等下啦。
上对你讲，日子已经爱对你的感谢，因为有你的鼓励，爱要勇敢行下去。爱上对你讲，日子已经爱对你的感谢，有你爱的三年又一年，有你爱的三年又一年。可是你要这首歌彭丽老师写的嘛？是，感谢你的爱，对对对，哦，他也有客语版，对，有客语版，有客语版，对，有客语就版。有呀，本来就有嘛。后来好像是另外一位歌手把它改词，改对对，改成客语版，对，客语版，哎，好听呢，对，哎呀，也可以蛮搭的，没有不违和的感觉，就是好歌，大家一起来，真的哈，好的旋律啊，好的旋律，套上什么词都好听，对呀，对，嗯，对，这首歌是感谢彭丽老师。对，其实这首歌是彭丽老师写的一首歌，然后我今天会唱这首歌呢，也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刚好是算是人生低潮的时间，消沉的时候，对，然后遇到了彭丽老师，那他给我很多正面正向的鼓励，然后支持我，然后那时候可能在事业上可能也不是那么好，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也是彭丽老师他有开个那个素食餐厅，对，然后他知道我很喜欢唱歌，然后他那时候有在比赛，他就说，那你就来我这边帮忙我。那你喜欢唱歌，有机会去比赛，有机会去表演，你就去吧。然后平常的时间你就来这边帮我做事，让你生活至少稳定。对啊，对。彭丽老师现在已经也是潜心向佛了。对对对啊，对，所以他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对啊上人的感觉。对，所以他给我很多正捧下，对，他给我很多正面的力量，对，让我走出那一段时间。对。那后来呢，因为我人生当中很多演艺的贵人，后来就是我这次的单曲，就是我们有一个歌友会，他歌友会的会长，他也就是我们的干妈，是那个吗？之前有 Q 阿的参加比赛那个吗？不是不是，他比较忙，所以他比较没有办法出现。对，他全省有12家养老院，所以就比较忙。对，所以哇，那很有爱心的人，那个养老院。对他真的很有爱心，所以他很有福报。因为就是我们也就是有跟他聊过天嘛，那他有时候就是因为养老院不是每个人的都这么富有的，那有时候是真的没有办法的，他就是没有收钱的。哇，就是让他们来做，真的很有爱心。对，所以他很有福报。然后他。我们有个歌友会是他创立的，叫好幸福歌友会。那这个其实这不是对外的，也不是政府成立的什么的，没有。好的，他只是看到我们这些喜欢唱歌的小朋友，然后他去了解品德好、个性好的人，他就把他收在这个歌友会里面，然后知道喜欢唱歌、会唱歌，所以他这次就是帮我们就出了这张合集，总共有7个人的合集，每一个人1首单曲。对，帮你们圆梦。对，他就是一直在背后推我们，然后支持我们，然后不管我们要到哪里去比赛或表演，他都很支持。对，哇，对，好棒！真的，这机遇很难得。对呀，对。不过会让我想到彭丽。我们一开台的时候，他不是有唱一个吗？哈嘎电视台。那是一开台的时候，哇，每次一开17台的哈嘎电视台。唐平时经常共鸣，对不起，从屁心上。是凯瑞，我觉得今天这首歌，确实，我觉得你唱的也让我很感动，对。但是，
你的拍子还是得要再加强一点，你还是会稍微往前一点，往前一点。尤其副歌哒哒哒哒哒，那个是哒哒哒哒，很重要的，不是哒哒哒哒哒，就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听到我的重音也是哒哒哒哒哒才下去，那是提起来的，然后平均把它分配，才能够有那个力度再下去的那一个点。所以这个部分是你要更多的去练习。第二个，我很想要了解你最近很多的练习吗？对。哦，我觉得你可以休息。稍微休息一下，有的时候，你不要练得太多，会让你的声音很疲累。于是你在很多的声音的音准上面都会稍微有一点点没有到，尤其是最后一句哦，啦啦哩啦啦，你看那很重要的，你如果哒哒少一点，哒哩哒再少一点，哇，到最后乐队再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有音差。就会不准，对，所以说你要让自己今天比完了，让自己休息个2-3天。再重新再唱，让喉咙要休息，声带就是那2片，如果你不休息，它就会疲乏。那休息之后，你就会有更漂亮的声音，不然会有一点鼻塞。好，加油。好，谢谢老师。来看一下这个分数。很快速的分数。这首歌应该是有打到罗国立老师，啊，有24分 catch 到了，系啊，24分，有中到没有？有中到，还前面讲过嘛哈，凯乐既然在唱从霍洛国语这快高上面很强的话，那你就把这快高留下来，好，只要求你把客家字音咬准，发音正确，按了之后嘞。来之后呢，你同时带进来更多元的客家歌的听觉，我觉得也很棒啊，对不对？那只要就是达到我们基本的要求，你的客家字咬字一定要准，这样就好了，对不对？我不反对你，我不反对用你的腔调来唱客家歌，反而我更建议你，既然是你强项，你就去认真的用它。好不好？就是这样，加油！谢谢老师。好了，恭喜哦！谢谢。好了，喝着车起。好了，撒下来。王子家带来，嘿，按掉嚟看。一個會相當滿意。上到幾次家？就上到幾？你係上到黃連玉老師。嘿嘿嘿，來預備。你懂愛嘅行吧調成給你。嘿，人哋要來看，你懂愛嘅臃腫皮鞋，臃腫皮鞋你塗給你。嘿，人哋要來看，你無言嘅寒天，寒天來痴痴給你。嘿，人哋要來看，我看到你，也想到愛。在世界都開始前進嘅年代哦，在凡事都還能做錯嘅年代哦，在骨頭表面還強下嘅年代哦，嘿愛到嘅年代哦。嘅太開你塗給你。嘿，人哋要來看，
笑容满面嘅你。嘿，人掉了空，我諗到你，你諗到我。世界都開始前進緊了，凡事都行忙做錯緊了，骨頭流面係強下緊了，嘿愛到緊了，世界都開始前進緊了，世界都開始前進緊了。做錯嘅你了，嘿愛到嘅你了。是噶，赞！今日唔是加下呀？係啊，哇！那今天愛老愛朋友下來，今天律動 OK 吧？可以哈，有通過那個試用期嗎？唔會查，唔會查，唔會查，按看，唔會查。好了，通過了哈。老闆說 OK 啦，不會差。都很有味道，真的，很厲害哎。只是我覺得說你這種搖滾風，你為什麼不想留長頭那毛啊？其實我有留過啊，2016年嘅時間參加一個統一嘅咖啡廣場，哪一場衝跳那個，那時候我們拿第1名，然後我那個時候做一個姿勢是這樣。只是那時候我長頭髮，所以蓋住我，所以你是叫我們上網路去找照片來看？對，那個現在你去 Seven 可能看那個咖啡廣場那個廣告，還會看到我。哦，我就是這樣，然後穿一個藍色的 T 恤這樣，然後可是臉就遮住了，多可惜。所以就是因為這樣，你所以把頭髮理掉，對不對？就是因為大家沒看到你。因為回去阿嬤就一直念。還是因為你去當更生人，還是原因？他比較喜歡我這樣，他真勁啊！他真勁，所以他不會黑先本阿嬤下本阿婆呀？其實係愛老愛朋友向下寫，愛朋友係寫佢嘅初戀女友安尼。初戀女友。那你的部分是？愛送俾愛阿婆，因為他是在講一個這首歌是在講嘿 and you like con 啊 con 乜嘅 con and 快樂嘅事件，我們相處快樂的時間。所以阿婆相處的時間係懂快樂的時間。最快樂就超嘞。哦，阿婆應該懂想哦。係啊，他都會，就是我們以前都會一起，他煮菜很好吃，然後就是我很喜歡吃他煮的菜這樣子，會跟他一起練書法。練書法。對，然後一起唱歌，一起就是。阿婆懂好堂野狗嘛？懂好堂野狗，哎呦，我講過啊，哦，真的啊。對，我上次才跟老師拍照，然後看節目這樣。阿婆，我看節目嘛。有應該幾位看節目，就看下看睇佢都轉台。對哦。後來那邊先生嚟講片咧，私密欣賞。因為你們算是那種獨立樂團出來的，所以我相信將吉娜嘅同樣嘅應該都有同樣的一個經驗跟同樣的一個歷練。可是你跟另外的團體在合作的時候，通常都會有心裡面會講怕默契不好。對，安尼就會也剛好去訓練你當歌手的這個彈性。所以還是認為給你看起來就懂吃演啊，你在運作麥克風也好，運作你 guitar 跟老師的配合，幾乎就是很懂吃演，很完整的表達你想要表達的事情，不再像上次之前那樣衝衝撞撞的哈，東西安呢交代不清楚，就是很瘋狂。現在我覺得這樣是最好的，親厚的部分。好，那是誰？好，謝謝。來，歡迎兩個分數，好，來。好，王子嘉嘅分數。
哇哇！傻逼哦！赶快谢谢小康老师，谢谢老师，谢谢乐队老师，还不错啦，还不错啦，可以用了啊。因为是非现场有老爱讲，就是要跨过我的心理障碍。嘿，真的。我刚才就很认真在听老师的那个伴奏，这样子，有感觉我享受在神交了，真的，神一般的交流。对，他刚刚真的蛮享受的，整个哇，真的默契非常的 make it 哎 make it 懂哦，真的，好，下一位，林坤權嘅容顏。容顏。你来我们节目也那么多次了，这种主题也访问过很多次，好，那我们直接看分数了。上班族咪哦，本來就買一件屋嘅，而家買到要3件屋嘅。買到3件屋啊！啊，你會感覺跳到冇？誒，跳到送一件屋嚟啊！參加一下好。
卢哥好。哎，你好。金娜姐好。你好。对，你看你这首歌又把人家惹哭了。哎呀。是啊。那我跟谁交代？卫生纸。跟谁交代？那就不用交代了。其实你来我们节目也那么多次了，这种主题也访问过很多次了。好，那我们直接看分数了哈。对啊，你为什么想要带来这首哲伟老师的创作歌曲？那就送给阿婆了。对，还有一个故事啊，我本拍个分享的。他眼泪含在眼眶里面。你是打呵欠吗？你要远一点，我这样老花看不清楚。还是你油了，跟我一样老白油了。漏了就是老白油。漏了。还有乜嘅故事啊？同大家分享。就上到頭擺啦，有一年嘅時間，我去轉來台北咧。哦，不過呢，今年我去個親戚個屋企食飯，我就啲我屋企，我親戚家個屋企會經過我阿婆個屋。因為個親戚有趕時間啦，故所呢就冇經過我阿婆嘅屋。有經過，冇經過，打招呼就走嘞。我就老我媽媽講啊，所以我傾向去轉去，嗰時候呢又冇轉去，就直接去個親戚個屋食飯嘞。我死得真艱苦呢，我想去轉去看阿婆，我就老我媽媽講嘅冇事嘞，我就真用辦冇轉去。嗰時候呢，我就放棄個車票，我一定要轉去。看阿婆。看阿婆，講阿婆體重要啊，我就安樣想。哦，所以可能阿公阿婆特別想，就對，啲人心度方最想親重要比親戚朋友啊重要，知道係啊。所以經過阿公阿婆屋企，結果冇落去，你都唔掉。哦，不過這種心情，這種心情可以了解。但是你那麼大了還會啊？有的小孩子回去那種，阿婆阿媽唔怕得轉移台北啦，怎會叫啊？但是係啊，我就會想講，因為佢哋有眼色太咧啦，年紀大。係啊，那一天阿婆，係啊，冇定係個身邊嘅時間用辦。要這位老師同分享啊！這位老師就是他為什麼會創作出這麼感人肺腑的歌曲？因為他就是有這個經歷。係啊，對啊。趙薇先生，其實大白都講，有陣時你會想講，唔怕啦，我下禮拜張轉去就好了。我天光嘅張來打電話啦，我下暗地嘅張來聯絡啦。其實我知道向外聯絡，出外聯絡，愛轉移，出外轉移。愛要及時。對，就是這樣。我覺得你今天又回到我不認識的林冠群，就是很內心的那個。你要唱歌的時間，歌，然後你面，然後你唱歌的所有的每個肌肉的牽動是在一起的。還係眼腔片，還有倆聲音，最沒打動我的是。見面跟時間，你知道嗎？我就覺得你好像真的要唱給那個你想要給阿婆聽那個感覺，我就覺得哇，這句太厲害了，因為我自己在唱的時候，我知道那個感覺。所以我很開心，你在上個禮拜跌倒之後，我說你要在同個地方再站起來，你今天做到了。我很開心，謝謝你。張先生，張飛先生，是冠群，我覺得我也非常的感動。我在這裡聽選手你們比賽哭的幾率沒有很高，所以我今天真的也是非常的被你感動。然後你從前面這樣子娓娓道來，然後一路這樣子往後一直唱下去，我一直在看，然後又在看你，你知道嗎？一直到你唱完最後一句，我覺得我今天沒有什麼可以挑剔你的，你很棒。謝謝。哇，那這分數應該
也很棒哦。听起来应该是这样。可以哈，来。顶冠体的分数。加油！加油！谢谢。好，一直保持这样的感觉，好，到底，好吧？到底可以吗？到底可以。OK。投入你的情感对每首歌。要一直保持这种感觉到底啊，到底，好不好？加油！谢谢，谢谢，你不要摸我，你刚刚流很多鼻涕。传统组天一礼拜嘅比賽咧，積分賽，係啊，建總，建總啊，忙啦，很忙啦，都後輩他們建總啦，也很好啦，替他們緊張一下。好嘞，我比賽之前的介紹評審先生。李秋霞先生，蔡皮貴先生，羅伊先生。曾明志先生，安尼先生介紹的咯，本大概輕鬆啊咧，作為咧好嘅示範，有請也位先生哦，咩非常自稱咩，一位國術先生，哇，咩桃李滿天下，係啊，我嚟稍記一下吼，介紹一下嚇，好，請你嘅黃秀妍先生帶來評判，好嚟，聽講啦。一開口哦，就安尼摸上都摸上啊，一上就大藍暗用，哇，嚇到人哦！哇，王先生你好，你好，兩位主持人去蔡漢登講哦。真的。因為我按腔按背。冇啦，哪有腔？安尼觀眾朋友請腔啦。還冇安尼觀眾朋友哦，哪有一個節目對嘛？所以安尼觀眾朋友請腔嘅。最強嘅就係觀眾朋友。對吧？係啊。馬上最強係喺耳朵上啦，基礎呢個機會呢，客家文化將有人哋繼續學發揚。冇啦。頭先講頭擺就信用，今日下咧冇係同下講咗腔樣哦，但是因為用咗按定義上咯嘛，你看腔樣按後上，有按講，是嗎？用講法就是猜。後上這個不一樣啦，講你奶。講啊，對啊，講你奶呢？安尼王先生接觸客家歌已經有30多年嘅時間啦。有，係。一開始係移民乜嘅人有冇接觸客家？
愛係因為愛係畫畫吼，愛畫圖，畫國畫吼。第一張咧，係第一隻方面，希臘先生嘅高興啦吼。第一隻國語叫落款吼，我寫了個水筆詩，係我學寫水筆詩，水筆詩先生咧吼，鄭俊光主任吼，其中人係介紹去傅彩雄老師嘅會欣賞客家文化，係欣賞啲嘢。韓國語咧廿四下個咧，我未清中英語啊，頭擺嘅我來土來成嘅按照估計吼，佢是定義有乜講啊？一級棒咧，係頭先看到咧阿棒妹咧嗬，所以感覺到嗬，我教育當好啊，人教育都按順手，係你個寫阿字按唔會，要唔要按定一下按聽，唔會主持，唔會主持，待會客家鄉親朋友青菜當幸福，真誒，講真誒，幸福啦，係啊，要按到嗬，按到安尼欣賞啦嗬，按到好創國嘅朋友所以朋友啦，大家對安尼客家文化吼按發揚，講真誒，安尼觀眾朋友大家咪當幸福啊！所以逐禮拜都聽到哦，安尼聽到按好嘅歌聲，真誒哦，就唱家一衝啊出嚟，咁嚯，有人問講啊，三個應用文唱好好聽，事實上咧吼，人講思強吼，思張強人啊，吼，錢穆錦老師講嘅啦，應用版嘅包容後面頭。風吹糖是假的喎，錢良計吹糖，係風吹糖，風吹糖哦，糖啊，錢良。我假的嗰個唔負嘅嘛。唔好，佢冇搞呢個，佢意思講過去冇按蟲嗬，蟲嘅果啊，嘅上點是能得啲啊丹田出來，嚇，唱到當有緣當好糖啊。哦，記得嗬，所以風吹糖出來哦。係啊，迄買，迄個是買唔到都即個鐘啊，吼！哎呦，今日真係多謝王先生啊，帶到安好嘅歌聲，我大概欣賞啊。希望你安之生。哎，今日麻煩坐喺旁邊做一個客座教授。客座評審。好，這樣講，安之生。安之生，好，可以做休息下，好，安之生，好，你嚟喺度講幾隻啦。請你嘅手下先生。好嚟。嚟講呢啲啊，今日主題啦。先嚟講，加有介紹評審嘛？係嘛？介紹評審。先生介紹嚟，啊，不你講啊，其他唔記得咧。今日是演戲咧。好啦，今日主題就會，你學下記新詩，嚇，就會你加入歌曲嗬，將你感情詮釋出來，然後學下人講，不去分享。還有你嘅四季八節，要注意。嚇，平仄音，仄平，平仄仄平。我注意哦，唔係講係稿子交代出嚟就做得咧。啊，還有段落要分明，韻氣，啊，轉轉咧就希望大家注意啊，嚇，表情咩腔浪要做出嚟。好，加油！好，加油！加油哦！咬牙切齒，加油！好嘞，繼續 TV 啊！係啊，下面書帶來散果子，加油！加油！走西流。
免输多年，免输多好，祝福您好。哎，你看，您讲哦，个家有本难念的经呐，吼，哦，讲你根本要伏卡个心思哦，我讲出来，系啊。对，有的要迄情感通的故事。对啊，有的人要像我样讲较好，安尼系啊。就歌声传情意。传情，但是还是要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心情故事哦来分享给大家听啊嘞，吼，系啊。今日分享嘛故事。种啊，讲啊姑娘啦吼，从爱做爱用过托本啊，做结婚歌啊，啊来太来张满月歌。他那只皮包诶，看那只皮包，25岁，25岁啦。那一只皮箱啊，身上带2000元，住在那个桃园台北大田哈。本身在哪？在美丽。美丽。2000的你就啊带不用资，就带点什么？啊，不用我教不来，也是太无可能我停啊。头摆你是很敢哦，我也生活标2000元，我唔敢出门咧，惊我无拉。咱们做啊呢，现在就那个上班，不用这个做手工啦，也冇法出去上班啊，做手工都2个生意呢小多台，差不多80年嘅时间用，啊不卡就讲。他们爱演不给嘛，就因为失火哦，不过手都呛，那时候真的是一无所有，就让咱个时间嘛，感谢啊，中央停啊，啊个感谢啊兄弟姊妹个啊，下次个中心，他个最多是帮助我一些啦，哦，帮助我，对啊，也系非常感谢我亲戚朋友啦，吼兄弟姊妹亲戚朋友个啊钟情嘅人，吼非常感谢，个啊不用咧，讲那不用就讲唔说啦，系啦，以前咪理解，我上班族没有，本来我小太冇搏嘅，咱我83年我去一家公司上班，所以讲准备要退休嘅嘛，去上班，就我本来咱买1件搏嘅，而家买到有3件搏嘅。我上班族哦，我也冇嘛，讲做嘛个生意也冇嘛个投资嘛股票做冇，就说全部理财就可以啦。好厉害啊，厉害！哇，个偷安尼不用真的很好哦，系啊。还是他有偷刮中乐透？对啊，跟牙做唔低哦。而且啊，存款的钱，也做手工的钱，佢要去搞股票，要嘛个？唔会，但稳啊，就拿币之前就唔会冇退啦。很强哦，很强，真嘅很厉害。做前年嘛，我准备要退休嘛，依家讲买喎。我讲冇啊，前几天做养老金啊，前面还能买，就前年没买嗰件。哦，你太太介绍过来认识啦。这个面。哎呦，安厉害啊呢！我来做下秘书好啦。很会理财。公来讲就，只讲他一生最大的三个最大的那个成就就是说。生两个小儿子的哈，养很多成就出来的，同埋种2个奶的哈，佢要买3件屋嘅。哇，真正很有成就。所以讲故事讲啊，张宇基本嘅好朋友，做下朋友嘅，他的偷到好朋友，係啦，唔會差。上辈子烧好香，你嘛，好讨到个好老婆，所以他是烧好香老婆。可能烧了好几辈子的好香。真的，看下个你讲哦，我阿姨福气嘅，佢个行硬嘅，哦。没后面呀，后面，所以后生时节较辛苦对唔吧？系啊，老的时节咱好好享受，好，也是好好享受嚟个创国嘅本他个堂，好，安尼，但是哈，要经营现实的问题，总体嚟谈欣赏的公平，好，来，请你嘅手下欣赏，买到3件屋呀，3件屋，啊，你要感觉听多么？嘿，听多送1件本来，通解一下，好，你要同我发钞票，那你讲老实话啦。经过按都是要必须的呀，我也人人叫肯定，你上任的两途，你创的高呀，紧来紧进步啦哈。唔过吼，听一句啊，本意上个建议啊，你听一句你感谢朋友的事情，你认真带下来，先打上，你能够只要你提司机张就给你调上去，按个准，你要发挥你自家，你的高上任的嗰种嘅两途。啊，本佢谈咗，更加好，因為三個知道到邊最高點是密碼。啊，你上任幾有啲按嘅高點，唔係免能夠創上去，唔將你那狗齒哈，還有潤密做好嚟，按係咪更加好？哈，還有提司機張有經驗，好純講，你做到好風講。
可能是会扣分哦。哦，你要注意哦，好不哦，加油！好，加油！什么先生？好，来，看一下这个分数来。看一下车面数嘅分数。爱先生今日咱也就分享这个最贴心哈、最 sweet 的感恩哈。没感恩，哎，老公啦，老公啦。20年前，我老公去花莲泛舟，台风过台帆船，我差点转到了。不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个事情。对啊，我们在旁边看就好。车面数嘅分数。喺嗰字幕碟嚟嗬，上冇加3分4分以上。應該要喎。啊，真嘅啊！唔怕啦，唔怕，反正也已經3件冇嘅。係啊。所以天氣嘅天氣好啦，恭喜啊！恭喜！先專業畢業當我做，係4禮拜。係。4禮拜。加油！好嚟，專業畢業當做。撒下嚟你。推完風帶嚟喺路神歌。嚟，等啦。心中亲爱心上忙死阳光节哈，今日团也就分享这个最贴心哈、最 sweet 的感恩哈。感恩。没感恩，哎，老公啦，老公。大白就記得給他感。我看到佢做乜我老公對我親好，他把哈有些小動作你都冇幫我啲，因為我那邊有動一點點小手術。哦，真嘅。係，所以佢講嘅都可能親無聊，佢會去做民房。哦，民房啊，就是一般的醫護性的。對，佢做。按不頭去巡檢，佢做條條嘅打電話幫我朋友講。我都下動物做，喺佢打電話做嚟讓我聊天那樣嘅。哦，所以也做唔良嘅係講啊，生意咧對唔對？有人係來送嚟都可能。哦，生意唔可以參與對吧？唔係啦，後生人要打扮啊，慢做啊。後生人有各位事情。錯，時間冇一天。對。係，然後係結婚以前，都工廠上班，要3個歲來對我，佢都講我本人對咗。實際做起人係強迫我咧2班工，
偷偷传纸条的本来。哦，讲对你有意思啊，所以你很认识的歌场遐呢。嘿，做。你讲下啲工厂上班。嘿，因为佢当兵做来，惊爸爸惊叔公。装来做啥啥要全部用啊！啊伊陈怡常年组长有细阿妹好请啊！哎呦，你欣赏呀？嘿嘿，还有诗文呀！欣赏诶，结婚嘅相片啊！哦，哦哟，就是我们恋爱的时候，恋爱的时候，也是那种大花林呢，对啊，很潮呢，那款喇叭鼓嘞，对啊，那是空巴拉的，空巴拉口。以前刚哈流行迄样嘅。哇，看那的相片是动反应嘛，很好的回忆，很温暖的感觉，真的。对啊，啊，你冲太了，好，要分享故事，分享太了。啊，你相片的 concern， 面对现实的问题，好，请几位先生。好，个杜云峰设计今日带来一路山歌，啊，有甲讲了今日创有较激烈些嘞，好，开开迄地方真我唔怕，唔从慢慢嚟来。好，稳扎稳打同你唱，唔是讲當劍樣嘅。當廖導演會講，我戲唔係遷就，係莫提嚟聽咗，也冇相關。但是唔是講進行到屬土有較夾一些，尤其唱嘅段有嘛，盲色當面啊，嘅當面啊，講雞湯啦，哈，那個唔是講當面啊，講雞湯，好像就講講，佢無談到樣，電腦講嘢夾佢煩啊，則談唔實，慢慢嚟嚟唱出嚟。莫今日專員也做得真正，你熬時也熬清爽，哦，這無奈到位好些，最主要就講唔是嘅。好，慢慢嚟唱就好。好，加油！謝謝你，謝謝你。請你給王秀元先生。好，嚟王秀元先生嚟補充啊。我知道羅山歌啊，嗬，唱起來而家因為係冇乜嘅啦，嚇，然後下人按上愛，但是唔啦，實來嚇，而家羅山歌咧唱到下平。好，所以係咪講睇出而肯俾你係咪加強一下？所以嗬，係應見到一尊上嘅時節嗬，唔好投機投到梅嗬，就平嚟啊高天。好，所以你係愛親切呢，好是吧？大家跟我分享。好，謝謝，謝謝，好，謝謝。按你這裡看下分數啦，來。杜雲峰嘅分數。先生，容易有叫呢個分數所以個嗬，係啊，講真按發言哦，尤其客家人較含蓄嘛，哦，所以你要常常把一些愛意要表現在嘴巴裡面，就不太好意思講出來。對。但是3不5時，愛要及時。老公有來嗎？有來，冇來。他應該會在看電視，對嗎？有。啊，每天都看。每天。每次。看到鬼哦！這節目都是每次啦，每集啦，每一集都有看。可能個 YouTube 啊重播。唔一樣啊！包 YouTube 啊，咩答案冇看嘅啊，而家天天嚟看啊。係啊。哇，好棒哦！對啊，忠實粉絲。對啊，所以這種自媒體，現在大家有時候不看電視，而看手機。對。從冇看嗰些冇看到，因為資訊咩？資訊沒資訊啊，就是風采啦。網絡上都有看啊。對啦，因為颱風啦。快點。好啦，趕快愛的大告白了。好了，老公我愛你啦。好，浪費時間了。好了，希望能夠很快收到人嘅感恩啦。好了，冇問題。謝謝。殺下嚟。主成分帶來漂白。嚟，等下啦。
兴奋剂哈。哇，哇，给他用吧。给他求有一些忘词哦，有忘词。记得歌词。哦，比方讲我卡伊无带落呀，哎，有哇，对，对咩？今日谈下分享嘛故事啊。妈妈，係阿妹，係阿妹故事，係媽媽也很冇彩咧，係冇彩咧，係。啊，媽媽特別挺想哦，因為辛苦有冇一個妹嘅天啊？哦，獨生女哦。係，還有一個阿哥，一個老太。哦，有一個老太。媽媽用安多啲咯。係，用3個天。啊，佢用是應該當辛苦吼。係。沒有天做呀？冇乜個事咧。哦，唔是天做。有誰來合作做嘅？有誰來合作？還沒黑啦。西灣人都唔是做黃花大閨女，你冇開樣收之後誒，講真咧，而家滿期物嘅又結答唔出嚟，已經個愛嘅果子倉。好啦，係啊，媽媽也特別辛苦啦，哈，係啊，也動翻音機，啊，歌詞也描寫記住咗啦，哈，安尼看，先生看伊啊，啲歌詞寫到好無，可以幫我加分無？係啊，嚟加分啊，羅英先生。昨天在這邊從來編版吼，我想初聽一聽一記。吼，該後輩該3隻詞吼，有2隻詞從唔記得之外，其實講是曾經比較人民表現吼。韓國語從來從人嘛係有動招，韓國人咪人生咪動講。我想你係語自家嘅特色吼，又係語嘅基本嘅動好嘅條件。好，所以基本上我感覺也係7分水，所以呢冇去想創到唔好嘅位數，越慣過，到時加分數加進來。嚇你個字，我感覺其實寫到非常嘅清楚，了就係 Andy 講，嚇加3個字有特色嘅位數，吼，28教時做得讓呢個心情表達出來。我想不管係呢個表情，嚇，又係呢個成功，又係呢啲個從了數夠有個心情。都有達到，我相信呢位喊下好嘅表現，好，今日從頭到好，就係該3隻詞下打上題，好，沈夢先生。好啦，阿哋真係揮下佢嘅分數啦，哈，嚟。主興奮嘅分數。冇辦法，係啊，這個是冇帶罪，係啊，還少4分啦，一個老師扣1分就少7分嘅，對嘛？本來91年就變87。對啊，他還有4次，慢慢的搞準了分數。這麼低啊，要拼的不容易呢。對啊，除非你有到95、96、97，這樣慢慢的這樣標準了。係啊。哦，所以真的在這種積分賽哦，真的不能有任何一點閃失啊，好不好？好，加油！好，加油！好，沈夢先生，加油！好，係，謝謝。好啦，沙來，黃美琪帶來3個字。嚟，等我啦。几十6年呐。
持好，嗯主持人好。嘿嘿嘿嘿嘿，哎呀，今日分享嘛个故事啊，阮大家听啊哈。哎，是讲20年前，老爱老公去法典泛舟啊。哦，老公，老公哎，该帆船，甲拄台风过摕帆船，我差点转到了。哦，小姑兰溪啊。小姑兰溪泛舟。本个船的按欠到。哦，因为做按摩业的事情。系啊，不一样。甲迄后生毋对想，下面照摕去，该吸到我老公啊，无想嘛，该倒转去救我，用按脚过去戳我，真记得。你冲，踢下去吗？因为我唔会跳水啦，叫佢冲下去落啦。叫佢戳起來用啊，我總要放起來啊，無該鉗得唔得放啊。哦，該順利鉗到唔得放。哦，係咪？啊，結果咧，結果就叫起來咧。誒，叫起來我該救難人員又來，是救起來。叫媽講誒，除非張屍體兩張，這兩張你要搶出嘅呀。糖豆係講到哎呀，哦，那糖豆還沒講。幾好的咯。講真的。对啊，你很多朋友约我去那里哦，虽然很好玩呐，听说很多人也很喜欢去冒险，但是真的我觉得很危险呐。有樣很危險，你愛講哦，雖然愛去啊，咩要阻擋唔免去。哦，雖然有嘅乜嘅很危險，真的很危險。救生衣啊，有做救生衣嘛？有。我講你不要鉗到，你用咩唔得放？真的啊。真嘅。哎，佮有多有个漩涡，碰到壁就要漩涡啊，很那危险，懂不一样？按杀按干嘛呢？系啊，冇上按到。其實冇救嘢都冇本用啊。哦，對啦，按講嘅本用冇做嚟。對呀。哦，你嗰樣時，人老公嚟同救起來，已經動感痛。哎，有真嘅。像哎呦。一般的人那要講，哎，多賺去攞人救起來，冇可能吧？對啊，哦，嗰輪有同老公講乜嘅冇？有啊，有啊，有攞去講，所以動感車去。係啊，冇係真嘅都照睇去嘅。真係啊，真嘅。我喺邊同救起來。咁那要講，唔係啦，講哦，你講係冇本用啊，你啱咩拖冇本用咧？哇，也这真愛哈，真愛，真的，哇，難得。對啊，那跟老公說一下。老公，我愛你。愛你。開心。好啦，那你從這條唐先生嚟講評啦。好啦，請你嘅民族先生。好，我哋嘅米琴小姐哈，從請我哋上禮拜唱嘅小跳嘅歌曲就有下首歌嘅吼，很弱一些的，但是今日嘅咧三個字唱到了以後，唱腔做人哦都冇乜嘅問題，主要係個戲嘅問題，個梅艷嘅時節，樹梅嘅時節，哦天一團。吼，然後第四趟的時節，吼，個媒人全部即個後人嘛，吼，會走出來有點我哋耳機裏邊都啊聽到，是按沙的聲音啦，吼，所以唱歌以前即個聲音一聽到前下腔調嘅，繼續加強，好嘛？好，是孟先生，孟先生，大師啊，我哋補充一下哈。除了甲民族先生佢講人嘅優點以外，缺點咪講到人講一下哈。牛師啊，注意幾十年唔係幾十年，第四季見家人，唔係見家人，見家人家中家庭，吼，而從而使用在乜個素材時，而牛師發現就注意，好，所以呢兩隻是本在建議哈。什麼先生？謝謝啊，多謝，哎，就看一下本書啦。好，嚟，馮以田嘅本書。什麼先生？本書以後係冇問題哈，係啊，所以奉勸大家哈，係啊，以後你危險嘅事情千萬唔好做啦，係啊，真係不要冒着生命危險去做這個事情，對啊，我們在旁邊看就好，看人家。天生當狗看就好。好啦，這些什麼？唱錯。好的，撒下來。撒下來，彭水峰帶來《廬山歌》。好嚟，彈下啦。姑娘認真，
世代人注定攞歌都去拼。今后啦。係啦，攞去拼啦，係啊係啦，拼足三更半夜啦。係啊，哦，啲攞去搞到3更半夜咩？唔係搞啦，做事。两位好，你好，你好，基本呢應該係唱到日嘅伴娘係冇？係啦，但日嘅伴娘可能感情唔未好嗬。唔會啦，當好啊！我間看唱歌嘅世界啦，那個表情啊，唱歌玩唱歌啦，我伴娘這對我幾好咧，樣扮好，樣扮好，你看我跳那麼比識到講聽又唔好咯。哦，係啊，伴佢安尼。哎呦，當然名頭呀。係啊，迄石呀，迄比實熟。石都講聽啦，唔係送都講得咧。唔係啦，我不要。哦，用版呀，感情用版好，係用版像咩？我不用千3萬，當10萬，要權欠啦，所以幾人喺強山蓋成年啦，從幾人喺照顧啦。哦，係啊，我總係出門做嘢啦，出嚟不靠事情我冇趕啦，難做啊，錯啦，嘅，好，做我卡住安尼，世代人就啲攞去拼，係啊，攞去拼啦，係啦，拼足三更半夜啦，係啊，哦，攞去搞到3更半夜咩？唔係搞啦，做事，我要搞，這個男主外女主內。沒有讓我們沒有家裏沒有後顧之憂，內外顧之憂。哦，真係係當好嚇，係啊，當好嘅伴娘啦。聽講日嘅所有嘅財產全部定基本嘅伴娘。係啊，屋嘅物嘅全部賣嘅伴娘名了。係啊，你嘅老公咩稱號啊？係啊，兼我嘅伴娘冇插旗嘅話，件乜都冇了。唔會啦，我伴娘對人安好。係啊，對啦，唔會變人都得啊。唔會啦，係啦。我卡可能日本人講話較太長哦。
佢講法清細上，清細上，我講法太上，太上。唔過佢講法細上，我會驚佢啊。哦，我講就好，我會驚佢啊。對啊。你講法太上唔怕啦，哎呦講法細上我會驚。哦，這真的生氣了。對啊，因為翻譯很用版的把金馬個都冇啊，也不用誒，也不用又富又有錢。安尼衝突就頭先張公平來那邊。來請嚟你嘅王秀妍先生。好來。你好，今日唐冬雨唱嘅《鹿山歌》啊，實在是真有啲頭，真好聽吼。我就知道講，今日唱嘅方式唔會錯，用4、3、2、5，但是呢，不用係一隻當完美嘅詩，而我知道我會測試嚟唱，不用嚇，嗰條眼睛。千古架，聽伊記嘅時間咧吼，強強奶酪硬硬花，喺伊嘅時間，聽伊學隻詩，我認為伊同我會脱節研究。先當然唱個鹿山歌，對啲人頭半起係當好。但是傳統嘅欣賞嚟講咧，竟然為了並冇當講啊。好，所以講我是知道講，好得有意來相聽哈，夫妻恩愛唔會拆，要去拆開來，一句唱，談到上任當講，但是我認為講啲啊，對鹿山歌嚟講，傳統嘅美語，有多少還唔拿足到，太子家係咪嚟共同唱山歌先生同伊講吼，太子家會更加嘅嚟進步好冇？希望你。哦，希望先生，謝謝先生。來，水風歌哈，中氣十足。基本上太好晒，但是唱歌的從強人要注意到了，不用，唔說不用，一下出來了，嚇一下也不用用辦啦哈，所以哈從強人要注意到了，還有一個二猜第十二好得的得好得，一兩隻是係入上音，唱的時間好得有你慢慢的思考將來轉音，哈，還有個。夫妻了，你看中間有一些團語嘛，個戲哈也運用到冇，個技巧啊哈，技巧先啊，還蠻有作到當嘅，係咪？係還有在比，也係一天有比賽，哎呦，較好嘅成績，一定要注意按到點子，好，好，加油哈，加油，加油！好了，看一下給個分數，好嘞。唐水峰嘅分數。但比上禮拜分數沒有了，對吧？還是禮拜哈，加油啊嘞！好，天天都準嘛。好，安子生，好，再變好錯，好，殺落，殺落，路球迷帶落一平白。彈開啦！
哈。两位主持人好。你好，係啊，今日要分享。我媽媽。啊，媽媽啊。下半媽媽喺講嘅。係，媽媽冇吹咧。啊，冇吹咧。係當上啊。84歲，同我爸爸同年。哦。阿媽媽做退休嘅。60年咧。哦，60年咧。77歲，77歲。身體那部分的問題。佢突然嘅腦溢血，係突發。痛痛的，是唔對啊！你種嘅當然去講啦，吼。哇，其實人說安尼跟娘媽媽給勇士頭擺時間人落過年咯，因為咁樣辛苦吼，辛苦，副卡痛苦，啊佢係。唐吉安講頭擺苦都會熬油啊，係冇？但是苦咧，按體質就按強，不錯呢，嚇，嗰邊啊，爸爸媽媽會強啊，係啦，福氣，基因真好啦。係啦，因為可能你滿五嘅啊。係嘛？你媽媽供你多少？聽嘅哦，我媽媽供肉嘅。一般我乜嘅留本色色的。我是老大呢。老大照豬養。如果唐講嘅些時間，我爸講吼，迄叫嘅時間吼，就拿奶給我喝，我就點咧，喝完就自己睡了。係啊。老大是照書養啊。係啦。老二以後的都照豬養。對啊。但那你可能就是老幺，就是哇隨便什麼都給你吃啊。冇啦。我媽媽懂想啊。懂想。其實好食的東西，其實會打電話很愛轉意思。哦。所以要懂上媽媽哈。懂上媽媽。哦。好。所以要講自己家下呀。係。好。唔怕，媽媽會保庇。一定會。咁咪希望佢來世過得好啲。也可以做。冇問題啦，冇問題。做菩薩。做神仙呢？做菩薩。對，做神仙呢。給他們保佑啊，也不卡人啊，大家就平安健康。對呀。是啊，要夢想。好了，小康老師。你哭點也很低耶。超低的。是啊。哇。好啦，那我們恢復情緒，還是要面對現實，對，好吧？躺一下欣賞。搞不好聽了老師的講評就不會哭了。好，羅英先生。好，羅太姐吼，首先我感覺吼，你比從個平板嘅構思吼，好彩你係多每講起到一些有感同嘅感覺吼，就會叫出來。我我記得吼，之前就到參水雜蟲，按樣應該構思。還蠻從細前開就教出來，電腦就從唔錯嘅維修吼，就係打掃，所以當偏按到佢重睇嚟吼，所以阿妹要保護你吼。大家來講，今日嘅平板公司才我感覺你數，不管係你嘅人名，又係數。每日嘅時間全部都當好，好唔會談起來可能上時候有人傳出來一些數一些電腦可能從線上講嘅技巧上啊，好嗰啲東西全部當好，上面當亮。咁個係講最基本嘅建議就係應該第三句吼，沉思海，好唔係沉係海洋沉，好沉思海，係，然後可能就2小時。走得到佢從頭下標準的。其他全部當好，是冇意義。什麼先生？頭先英英老師講嘅唔會查到那道去，主要係佢嘅執事嘅時間，可能會想愛落去創到下有時間強。因為你本身係會容易嘛，吼，所以你特別嘅當菜藝了講，咬死會比咬到時間強下漲嘅，所以鹹鐵突鐵，但是不容易啊，要拿來轉來，所以我都基本上了一點點嘅寫詩冇啷求分啦，吼，今日通按到位創起來，會通到你嘅歌聲，吼，係非常係溫柔優美啊，吼，唔會像按台馬鼓聲從頭到尾按樣嘅，吼。歌帶台寫上全部做到真好，所以呢，了點
可圈可点，哈，本加油，哈，好，欣赏。好，来看一下这个分数。罗秋米的分数。求生英文呢？哇，做得小一下啦，哈。翻译，还有4礼拜，哈，继续加油，保持那种好的成绩，好吧？好，什么？谢谢，好，回座休息，好，第1礼拜这份水创得了，系哦，比得嘞，比得嘞，系啊，好，还有后尾4礼拜挑战，哦，继续加油，也就比强较现了哈。hold 住，嘿，安尼好唱歌的朋友，今日就报名啦。啦。大爱你的天发浪66667浪，还有传真的天发浪227478131。等下大家就报名哈。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因为呢，我们多谢辛苦的评审欣赏哦，谢谢。什么欣赏？谢谢，好，谢谢。来，是蒙公益传水站，大家继续加油。还有什么小康老师还有冒出一个欣赏，谢谢老师们，谢谢辛苦了。好，还有我们工作同仁们，大家很辛苦，还有我们辛苦的工作同仁，谢谢。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呢。农业大擂台，农业空下來，各位拜拜。